你想象一下，係一個出晒大汗、出面暴雨狂炸嘅炎熱日子，你原本諗住開開心心北上深圳食煲仔飯、飲手搖茶、按摩鬆一鬆，點知一落到地鐵站口，眼前唔係冷氣吹過嚟嘅涼意，而係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密密麻麻塞死喺地鐵站通道裏面。成個地鐵站好似一個巨大嘅巨型大蒸籠一樣，空氣又熱又濕，排隊嘅人流由站內一路排到去地面嘅商場入口，人人拎住個包，拎住把遮，成身濕透，被困喺人海裏面，行都行唔到，嗰種窒息感真係逼到人崩潰。呢幾日，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同埋深圳本地嘅打工人集體喺網絡上面發出哀嚎，大家心裏面只有同一個強烈嘅疑問：我哋到底係想去玩、想去返工，定係想去受罪啊？呢件事背後嘅元兇就係深圳地鐵喺2026年7月20號突然間全面推行嘅最嚴安檢新規，逢包必檢，逢人必查。大家可能心諗，以前去深圳搭地鐵唔係北向都有安檢咩？點解今次會搞到咁大件事？原因係以前嘅做法同今次完全唔同。以往如果你只係帶個小腰包、小手袋，甚至係空手行過，安檢人員通常都係用手持金屬探測器，求其掃一掃，或者行無包通道，幾秒鐘就過到閘。但係由2026年7月20號星期一嗰日起，深圳地鐵突然間毫無預警咁取消咗所有小包手檢通道同無包快速通道，規矩變咗做所有隨身行李，唔管你係幾咁微型嘅手提袋、透明購物袋，定係甚至只係個小水桶，全部必須放落去安檢機、過 X 光機、過檢。同時，每位乘客，無論係30歲嘅上班族，定係80歲嘅老人家，全部都要停落嚟，配合工作人員用手持設備做人身安全檢查。呢個新規一出，適逢2026年7月下旬嘅暑假客流高峰，加上深港兩地嗰幾日正值連場大暴雨，天氣又熱又濕，當成千上萬嘅通勤族同埋北上度假嘅港人湧入地鐵站，整個系統嘅通行能力瞬間癱瘓。喺坪洲站、固澍站、高新園站，仲有港人最熟悉嘅福田站、車公廟站同深圳北站等交通樞紐，人龍簡直係恐怖。有香港朋友分享，自己平時由福田口岸過咗關，諗住搭4個站地鐵去吃喝玩樂，點知光係排隊過安檢就排咗足足30-40分鐘。大家喺狹窄嘅地下通道裏面人擠人，由於外面落緊暴雨，每個人身上嘅雨水、濕氣加上體溫同汗水喺密閉空間裏面不斷蒸發，成個地鐵站真係好似個大型蒸籠咁，甚至連地下嘅磚地板都因為濕氣重而變得極度滑，情況既危險又令人受氣。好多香港市民原本諗住趁住周末或者假期北上感受一下傳說中嘅高性價比服務，點知一踏入地鐵站就遭遇呢種地獄級別嘅排隊體驗。有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話：我放假上嚟想鬆一鬆，點知喺地鐵站排隊排到雙腳發軟，未去到目的地已經想返香港。仲有人講笑話，呢種排隊法真係逼人去退票，直接搭的士或者步行動落去。但係如果外面落緊大雨，要喺地面截到的士或者網約車，亦係極度困難。結果就形成咗一個進退兩難嘅困局。點解深圳地鐵會喺2026年7月19號夜晚9點幾突然間發出通告，宣布第二日7月20號就要全線實施逢包必檢呢？官方嘅解釋係，呢次安檢升級係執行上級公安部門關於反恐同安防常態化嘅要求，全方位保障公共交通安全。加上2026年11月深圳將會舉行大型嘅國際會議，例如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等重要活動，相關嘅保安層級喺幾個月前就開始陸續提升。然而，安全雖然重要，但係呢種一刀切嘅執行方式喺實施首幾日卻帶來咗巨大嘅負面效應。最令人感到無奈嘅係，新規推出嘅時間極度倉促，地鐵公司喺前一日深夜先發佈消息，絕大多數市民同乘客根本未收到通知。第二日早上一出門就直接撞正呢個安檢大堵塞，再加上安檢設備同人手喺初期完全未配備到位，安檢機數量冇增加，通道冇拓寬，
僅憑原本嘅一兩部 X 光機去處理原本幾十分鐘內要過境嘅幾萬人流，自然就會出現站外排長龍、站內車廂空蕩蕩嘅極端反差景象。車廂裏面明明好空，但乘客就偏偏被卡喺安檢口外，行唔到進去。呢種管理上嘅脫節，迅速引發咗深港兩地市民嘅強烈不滿同討論。事件發酵咗兩三日之後，連中央級別嘅官媒、央視網都忍不住出聲發文批評，直言深圳地鐵呢種操作讓人看不懂，並指出雖然安檢升級有法律依據，但係合法不代表執行，可以不考慮方式。喺一個每日平均有近1000萬人次乘搭嘅超大城市軌道交通系統裏面，採用一刀切嘅硬性方式，再好的初衷都極容易變成擾民。呢番言論一出，深圳地鐵同深圳市交通部門隨即喺2026年7月22號迅速緊急補鑊，宣布推出3項改善提速措施。第一，喺大客流站點同高峰時段動態優化安檢節奏，加快人流通過速度。第二，增派大量工作人員同維穩引導人員，加設指示牌同鐵馬進行分流。第三，喺福田站同南山書城站等重點車站，率先試行新型嘅智能金屬安檢門，嘗試實現人同物件一體化快速檢測，將高峰期嘅過關時間縮短。雖然當局推出咗改善措施，但在呢段期間，北上嘅香港人依然要面對非常嚴格嘅違禁品同限帶物品檢查。好多香港市民平時習慣隨身帶一啲生活用品或者電子產品，但如果唔清楚深圳地鐵嘅最新清單，好容易喺安檢口被攔截，甚至要當場棄置物品，浪費時間又影響心情。例如喺外置充電寶方面，最新規定明確要求單個充電寶嘅額定容量絕對唔可以超過2萬毫安2000微氦，而且每個人最多只可以攜帶5個。如果充電寶上標識唔清晰或者有破損膨脹，都會被禁止帶入站內。對於中意帶化妝品、防曬噴霧或者止汗劑嘅女仔嚟講，更要特別留意含有易燃成分嘅日常生活噴霧，例如香水、髮膠、定型噴霧、空氣清新劑等。單件物品容量唔可以超過700毫升，而且個人累計攜帶總量唔可以超過1000毫升。至於中意喺內地買酒返香港或者帶酒上去聚餐嘅朋友，酒精濃度喺24%至70%之間嘅封閉式原裝酒類，總攜帶量上限係3000毫升，而任何散裝酒或者已經開咗瓶嘅酒，係一律嚴禁帶入地鐵站嘅。除咗呢啲常見物品之外，大型行李嘅限制同樣嚴格，長寬高總和超過1.6米，或者重量超過30公斤。30公斤嘅大型行李箱或者貨物係唔可以帶上深圳地鐵嘅。如果大家係去深圳做大採購，買咗好多大型家具或者大型電器，記得要安排物流或者搭其他交通工具，唔好諗住直接拖落地鐵。仲有充氣氣球、未妥善包裝且有異味嘅生鮮肉類，以及除咗導盲犬之外嘅任何活體寵物，通通都喺禁帶之列。對於香港人嚟講，最近幾年北上消費已經成為咗一種生活習慣。每逢週末，羅湖、福田、深圳灣等各個口岸都人山人海，大家去深圳食太二酸菜魚、吃海底撈、飲喜茶，去山姆超市或者 Costco 大採購，享受相對實惠嘅物價同貼心嘅服務。然而呢次地鐵安檢突然升級事件，無疑給呢股北上熱潮澆咗一桶冷水。好多港人開始反思，當北上嘅時間成本、交通成本同心理壓力大幅增加嘅時候，去深圳到底係一種享受，定係變成咗一種自討苦吃嘅受罪？如果有打算喺未來呢段日子北上深圳玩嘅香港朋友，建議大家一定要做足心理準備同行程規劃。第一，盡量避開平日嘅早晚高峰時間，即係早上7點半至9點半，以及傍晚5點半至7點半乘搭地鐵。因為呢啲時間係深圳本地上班族通勤嘅高峰期，安檢排隊嘅時間最長。第二，如果係週末去玩，雖然非高峰時段過安檢情況會好啲，但喺福田口岸、羅湖口岸或者深圳北站呢類大型樞紐，依然要預留至少20至30分鐘嘅額外進站時間。第三，
出行前仔細檢查個人隨身背包，唔好攜帶任何超標嘅充電寶、噴霧或者未封口嘅酒類，減少喺安檢口被工作人員查驗拖延嘅時間。第四，如果遇到惡劣暴雨天氣，或者同行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可以考慮改乘的士、網約車或者跨城巴士，避免喺地鐵站地下通道裏面人擠人受罪。總括嚟講，公共安全嘅維護固然重要，但如何在保障安全嘅同時，兼顧幾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嘅日常出行效率同舒適度，永遠係城市管理者嘅一大考驗。深圳作為一個以高效、創新著稱嘅現代化大都市，今次地鐵安檢事件嘅後續演變同改善速度，將會直接影響到深港兩地市民出行嘅信心。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繼續優化流程，引入更多高科技快速檢測設備，讓大家無論係返工定係休閒娛樂，都可以重新體驗到順暢便利嘅出行環境，唔使再喺大蒸籠裏面集體哀嚎。